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这个月22号到28号要到香港、澳门、深圳甲厦门去访问，要来加强城市的经济甲文化的交流，要甲高雄的货杀出去。行政院长苏贞昌来提醒韩市长，到中国都要特别小心谨慎，唔通去互中国的政治缩白去。除了加强对于大陆的招商之外，对于新南向国家，我们也会积极争取各种合作的机会。高雄市长韩国瑜头一摆召开两岸工作小组会议，前高雄县长尤秋兴做副召集人，也有4个台商会长做委员。伊宣布22到28会去香港、澳门、中国深圳、厦门访问，目的是加强城市经济文化交流，和高雄的会有法度出去。绝对会谨守分际，绝对会的。而且我们去拜访，完全是为了帮农渔产品找通路。针对这摆访问，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讲，希望韩市长会使特别细致，唔能够中国的政治限制条例。他要特别的小心谨慎，不要被中国还是不放弃对台湾武力换台的集权政府的种种政治框架给框住。有一些红线必须要遵守，比如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这样的规范还有就是国家主权的议题。议员建议讲，两岸小组应该定期到议会做专案报告，议会监督角色应强化，确保这款的城市交流政治性愈加愈好。